郭靖还想呢，马上做法，给我派7000精兵，我给他们施了法以后，刀枪不入，出去就把金兵打败啊。然后这7000精兵也倒霉，让他给施了法了，什么符水啊，什么这个桃木剑的，就开始折腾啊。然后打开中门，7000精兵杀出城去，干他！开头这帮人也傻乎乎的，真以为这刀枪不入，我是不是？啊对，但是到了金兵面前，人家管你什么刀枪不入，砍瓜切菜的，嘁哩咔嚓，7000人一会儿砍没了，一个没剩。这郭靖偷眼一看，哈，文武百官对他是横眉冷对，恨不得弄死他。这家一看事儿不好，眉头一皱，然后假装自言自语：“哎，咱们就心不诚啊，心不诚就不灵。”心诚则灵。你看这些骗子呀，还有那些什么方士啊、巫师啊，都拿这说事儿，说只要什么他说的没兑现，他就说你心不诚，心诚则灵，心不诚就没用。